哦，俩根本有詐騙呢，當電講呢，要唔會按呢喏。真勁嘅咧，哎呦，菜行過毛呢？有按都不能騙哦，真緊啊！你看呢？燕就糖豆啊，順啲咧，我見到我看報紙啊，廖美黑，我個朋友偵查組。哎呦，這種好，你好，分享來了。愛子生，燕糖都係係啊。係啊。講詐騙，你看，係啊，金枝暗講啦，樹凡暗講啦，看起來就會本影片。哇，真係這種對杜紅哎，家啲看報紙吼，你睇一看到就看到詐騙新聞，不管係報紙啦、書籍啦、天師，真經同到家講嘛個高配啦，吼，嘛個配啦，當到名譽當輩啊，當到分享講，哎，佢書都賣東西嘅通知，那就去嘅，佢通知當厲害哦，有寫名嘅，有寫地址，有寫嘛個東西，幾多錢，還有天發呢。我做懂電影講的，真的哦。對啊。也係比較清晰那種詐騙手法，就是講你泰國講到的高配，高配哦，高配。佢哋佢本書都係見心地度啊，佢資訊老人本人係正確的，一模模一樣樣。哦。係啊，故所以然後用本片都係因為佢資訊老人本人的係強用的。古時你啊，當然本按用嘅健身啊，尤其係啲老人家用手機嘅，我數到健身，他哋都講，哎呦，誒真嘅要買下東西哦，就可能就真嘅去領包裹了，係啊，就拿錢呢。然後他講嘢資料各自外泄，其實董洋蔥。哦喲，係啊，佢講到詐騙，講到買東西，而家講嘅嘛，我就想到文林哥，聽講你之前愛買嘛，買攝像機啊，攝像機啦，哎呦，正常嘅攝像機哈，差唔多6000人有，細台當獎，係啊，當獎，佢有時候買台，冇想到佢到網絡哈，標差唔多4000元左右嘅。因為想較便宜啦，哎呦，我都下定落去叫通告，差唔多4億左右這樣搬東西哦，我4億後就慢慢等到4億以後，又冇通脹咯，東西又冇寄來咯，完全冇通脹，冇通脹，哎呦，冇通脹，其實過3、4年後就奇怪咧，幾有時候就冇咁買，咁買較錢啊，其實問個店家，蝦皮嘅店家買去。這挺高尚各位有錢推翻了，有推嗎？有，完全推啊！完全推，就直接攏給聯絡，直接都給蝦皮店家這個聯絡。哦，所以以後呢，有像是你喺正經下標愛買嘅，其實唔見睇咧。對。古時候像亞哈就懂東，你就講會有按那個情形，唔敢用路買東西呢，唔丟幹嘛？唔敢。係啊，就個懂手啊，懂東就講，我行起去吼，實體嘅店噶，按你卡好，超過一番姐。唔係人講，咩窮有咩騙？哈，實體咩冇？按看起來冇乜不影片，也不影片。因為我都市場做生意，係堂哥，佢買神代散沒有嘛？佢騙乜嘅？騙像老人家，騙色。講你愛生3副吼，你再做起也是有滾，全部唔會耍用樣買。該講到是因為佢市場上佢會做賣，佢一個人買3、4個就講，係啊，我媽媽要買幾好用樣買，個老人家就會心就係哦，要按好，佢買唔係2嘛嘅6萬條，6萬條。比生產機還較貴，所以夾來咩都做生意，做市場做生意，呢度去請就係你。個順係個買東西順係個全部共犯的。那所以講你嘅是，佢會做賣啊，旁邊全部佢自己嘅人。對啊，佢唔會講啊，哎呀，親好啊，馬上要做樣板啊，就新誒，佢就會新落去嘅。哦，真嘅喺當地人講嘅，佢偵查組唔識㗎，有經歷過嘛嘅喏。哦，有哦，我哋分享一個案例哦，損失慘重哦，比6萬還多，比從嘅多，好幾個6萬。哇！佢下賺6萬，買屋嘅買嗎？真嘅都得買屋嘅，真嘅都買屋。一隻阿伯，差唔多70歲吼。啲老人家頭腦毛就拍咩，佢就有嘢就用手機誒，就看個樣片，就一隻廣告，
佮介紹講，室內用的頭拿就會糊啊。頭拿膜。係啊，頭拿膜就會糊啊，佢就依攞去買。買了以後呢，唔是飛款，也唔是去個便利商店去拿去，唔是，佮宅配送到亞博卡。哦，都數錢哦。嘿，送到亞博卡數錢哦，一刀差唔多送4-5隻包裹。係。其實他講應該唔止講，包裹那個代收費用上限係10萬元。一隻青島就讓推數10萬元，係啊，佢前後佢騙了差不多1500萬。哇！我曉得1500萬佢買咗嚟係乜嘅？就有色啊，有狗的啊，也有色的啊，係啊。哦，1500萬啊，其實就做蝙蝠色嘅啦。邊紅引流。真的。按真當定講呢，唔過我咩當初係講，你阿伯係真嘅冇去兩蚊樣買去。就像安尼一般咧，唔真嘅冇兩個青葉，係青葉佢就會推轉移嘅，係啊。哎呦，你真嘅係嚇死人咧咧，剛剛文林科就是嚇到了呢。1500萬你可以買幾台洗衣機啊？唔過談講隔壁嘅飛整這啊，吼，沒有拄到窮庸嘅情形咯。唔要本人騙得1500萬哦。冇啦，哦，係啊，講咗冇俾人騙。哎呦，看錢哦，按錢。來講下講下。他講冇1500萬做得騙。差不多民國90年噶哈，人家就係咪全部當使用信用卡去刷卡，吃飯也就刷卡。呀，還沒懂家不用啊。嘿，佢就打電話來講，羅小姐，你的信用卡，他講過你了哈，你還有欠6萬人元沒繳，我都是人家賬戶我本人凍結，我就當慌忙，人就慌忙噶哈，就一下就冇想到按到，佢就講羅小姐，我本人一隻天發，吼，你都死了吧，還冇人賬戶我本人凍結，你就打。大家就講我是什麼特徵組的，馬個查號防詐騙的。全部騙人啊！咩唔對啊？冇想到一點，這樣是很忙的案例哈。嘿，我就想講，要打個電話，我聽到先要很當認真哦。他先生，人家給嘛檢查詐騙那個都奈到檢政署都奈，我後面我自己去判，叫唔是，唔知人家家去郵局，後來就做點下去，做下去的結果也確實的有樣。我依呢拿定咧，我訂存單拿定咧，佢好得，我也郵局嘅一隻董事司嘅一隻小姐許大姐，佢看得到我慌忙，佢就講羅小姐，你真能用？我講我用刷卡800人用，我變到5-6萬元啦。佢一下，我一下就當緊張嘛，我講我幾好有錢，我借嘢咧，我單咧我拿定咧了。佢小姐許大姐就同我講，幾好，可能怕。唔是上可能，也可能係詐騙咧。就一下動來，家下好得佢動來，停得一下我就接到電話，羅小姐，你有一盤冇？我講唔係詐騙咧，一下電話都同我掛掉。計出係詐騙咧，係啊，我啲心肝卜表咧。我相信。真因為4點50到5點10分鐘的時間，你就很忙公司的事情，你當時會慌忙，乜去看認真的人。你當下吼，你就冇辦法。你說慌亂體的。慌亂體，你就講呀，慌亂家就運動安尼，一直一步。我後家才有個許小姐。我讀過個郵局的樣板型的嘛，我咪當水上，我就接到電話，佢咪講係郵局，什麼凍結，我來查啊，你點樣板型的設施，我就聽人去，你喺郵局拿印狀係咩？佢喺我去傾提款機。咩？你傾。其實佢講嘅係乜個密碼賬號，唔係你傾咩錢。我講我嗰陣時就唔係啊，你喺咪傾什麼892357，嘅金額給他，我係問佢又講唔好講，你一本凍結，嘟好啊，旁邊有一隻嘅郵局嘅警衛，佢就看到說，先生你怎麼怪怪的？我就嚟講。他說那個是詐騙，趕快掛掉電話。你喺旁邊哦，我係警察哦，其實掛停我接哦，當本人騙的。係，我係本騙。我知道講吼，你用啥就有一個問題。乜嘢問題？太上網咧。係。像我去甲送一刀啊，就有接到個天發，那個天理公司就大天發本啊，就講到，哎呦，一張鳥表現當好哦，吼，用天冇按到，因為乜個獎勵金嘛，哦，推本哦，吼，還用講我幾多錢啊，幾百塊哦，吼，哎呀，無限處理歹勢。
啊，結果我才發現到原來係詐騙呢。哦。本來我想講我存到幾百塊，結果有可能係了退幾千塊。有可能，古早講唔來啲為殺人工作。大本營唔係詐騙，我還只有講唔係按上網冇處理，那唔係在後方嘛？有可能真金冇拿錢啊，鼓手偵查組，係你有較好嘅方式冇？做唔得貼上嘛？啊唔過咩做唔得像安尼無憂無驚嘅。分享一下，哈，分享一下，呀，信用卡吼，真嘅即個要輸好。啊，唔好凊彩講，像我即家啊，咩唔好啲網路上買東西，尤其係講名聲，他可能代言的某個產品，你可能講懂後用，想要買，又是我喜歡的那個網紅代言業配，想要買。啊，過樣時，我一天我一點加個面書的個首頁，我看佢有藍勾勾冇，係，啊，還會再看可能會打加個名誒哈關鍵字，看佢真嘅呢有沒有代言安尼產品，我將我一買，我會啲加個官網吼一點加個加個產品的個連結，將我點個啲個地度買，安尼將較安全。你可以講啲網路吼，我會用那個信用卡，一天會輸入的那個資料啊，信用卡嘅號碼。你不要用記憶，有的人想講我自家數據的，係啊，想講啊，下擺我做唔是這個寫的，做唔得。有你數據的跌脫咧，也係講中途的，你不小心點到點誤連接的病毒，你真給人家信用卡就會開始幫你盜刷。講盜刷吼，你阿懂懂有沒有隱喻講？我們現在詐騙嘛，165嘛，轉線，有的人有沒有利用講兩種方式的這個騙，係冇？真嘅呢，因為這個同事就有接過。哎呦，係啊，其實這是你為了實驗一個行政屬於在計劃啦，你就需要申請嘅面書，新的一個賬號，啊面書要用行通號碼去註冊嘛，吼，那同事就因註冊唔過，佢就因去用嘅。號碼用嘅行通號碼去輸嘅驗證碼，結果咧，結果差唔多10分鐘，佢就接到電話講，唔好啊，係165反詐騙專線嘅經驗，佢沒有手機，人家後面有用人嘅號碼去註冊，佢人家還好，人家號碼哦有涉及詐騙哦，而批下人哋調查，啊，我同事就，我這個就會檢查。來，芬芬姐，講多了，就會叫字，就會叫，先講叫安尼咧。那你讀書讀叫，好啦，你別讀啦，係咪？當學咗後，咱同我講係講結賬啦。結果差唔多10分鐘，佢就接到電話講。唔好啊，係165反詐騙專線嘅經驗，佢沒有手機，人家後面有用人嘅號碼去註冊，佢人家還好，人家號碼哦有涉及詐騙哦，而批下人哋調查，啊，我同事就，我這個就會檢查呀，結果對方就係，結果對方就馬上老天發掛去，佢出真嘅騙人咧，還要注意點喎吼。嚇死人咧啦！古時候就看到啊，其實有懂人都有一個防詐意識。唔過吼，防不勝防，真緊懂得人講。像上擺啊，有一個案例啊，之後講咩嚇死人咧呢？一對母女啊，哈，本要給投資詐騙，本來想講要存卡度掉我嘅錢，結果錢冇存頭，了退哦，1200萬。1200萬，乜嘅意思？有可能啲台幣就做得買一件細件嘅屋嘅呢？有懂得安尼啊？譬如講一開始憑你投資嘛，你一開始本你一滴滴的甜，好，你投資本你1萬2萬，就想哦有賺頭誒，新音突就會搞懂，真嘅，還永遠就是那種放長線釣大魚，給慢慢的同人講，慢慢的同講，但都有意義咧，一下就偏懂到。包妹就是真嘅唱放長線釣。唔聽來哦，黑記。苦主在這啦，芬芬姐。講多了，就會叫字。就會叫，先講叫安尼咧。來，但是我冇講出來哦。叫安尼。冇講出來，反而哦，係永遠比詐騙多。真嘅吼。我係先講行得通哦。哎呦，講出來。我係先生給董事有想講買到個靈骨塔吼，個靈骨塔講買嘅，我想要投資
到海擺有較多錢去拿來賣，還有拿到的去的個佛教團體去做功德啦，做功德對吧？我先生去到泰國啊，游泳大天媽個，我係最專業的哦，親專業的個業務員哦，你係業務員哦，我係哦，你係最近哦，收得幾多的個攤位哦，人舊本係切對妥當的，叫我先生啲泰國人名喺泰國我來聯絡，親難聯絡啊，用蠻聯絡，所以個人名好冇？我先生講，哎呦，做得咯。無牙做，伊特別要轉來處理，懂麻煩啊！佢做人個攀的，按他們切的。我想講，唔是按多錢吧？但是無去上多啊，就想講好啦，做一擺，然後佢結起來，按然後去做來賣出去，我做功德也做到的，啊，後廠的咩還有，賣茶的賣福的也有的，錢也穿到的，包妹喏，加起來，加起來哦，頭下講的錢不止啦，年人過後，哎呦，有一日大天吧，你成唔見你啦，親無影的啦，完全親無影，天花妹大唔同，大唔同啊。哇，像安尼吼，龍太下講，譬如講你程序一定有嘛，你某可能只簽一筆嘛，對啊，那個這過程底部要注意嘛個事情。甲桂芬姐講啊，愛去當業就會來請，我讓料。有動作呀？係啊，是可以去看家個公司的登記。其實那個我們可以用統編去用路風查講，也係咪正經的有一間公司，附近也很滿意，也冇講哦，正經講講佢動作一樣就正經攞去買。其實人家做得去到相關的單位，譬如講鎮公所啊，吼鎮公所底度，你問一下講，安陽的那古塔。正經的有嘛？因為那個鎮公所都有所謂的那個殯葬科，叫登記啊。係啊，你做得問講，安陽的塔位啊，正經收得買冇？也係講正經的要買，一定要老婆卡好生意，去透露，係啊，參詳一下，好生意咩收集安尼資訊來讓我講，媽媽，還有可能係詐騙哦，還有因為你下安尼刻個印的啊，正經的都簡單，大小章件哪本寬，也有書記，也有契約書。我人本相信講係真嘅呢，全部有。做唔得單槍看基本看嘅，我去家己雙用查。那要雙用去查。啊，你到期唔見摕過後，你公司都冇摕。全部冇摕咧。經驗問，你用佢傳來的時間有看見相片冇？佢係用個身份證本來，全部一樣。我去警察局去查㗎，假嘅經驗都拍晒，丟假相片。給小鮮肉嘛。客氣哦。那你做唔得啦。正經嗰個頭腦要清楚啦，吼。幾來，依凡姐來講一下。我感覺吼，詐騙真係吼，佢親錢，佢喺都當到水母的時候，當面糊的時候，天花響起來，來個天花就會響。今日哦，拄我請個同學哦，張同學，媽媽按表請張同學，啊，到個按不按你水母的時候，就真嘅接到天花講，佢去個同學嘅，去個某個同學先，張同學嗰邊，去朋友嗰邊講，拄聽到伊翻托嘅，個聽到翻托嘅，你喊啊講啊，因為家下10點人要水母嘅，個同學說是天花響啊，接啊去了，我接去了。媽媽，緊叫，個送出去又搶我來個送，當搶，我接到當機場，叫人準備10萬塊來救我，叫望我要輸腳嗰邊，嗰邊大團體來去奪去，我真驚，我先生就奇怪，我表情有咩驚，感覺按神仙樣，幾當年都冇空咗，結果我先生就實在喺度當看生意做嚟嘛，我想講錢賺到嘅生意咪冇退咩冇嚇。做一點，準備作實1兩錢。先生講，其實比講留當，唔敢講嘛，留當。楊燕就水木，我先生講，那邊讀書讀嘅，好啦，你別讀嘅，我冇讀嘅。當學過後，咱同學講係幫結帳啦。其實我講句話，我看有2、3年帶去嘛。詐騙現在挺厲害，就是說。
佢都唔得水木當中嘅最微浮嘅時，最容易被套進去。係啊係啊，係咪因為講天花有看唔到面，唔知道係整個上天窗哦，完全就也是也傷哦。你看 AI 懂厲害，還有仿生，還有嘛個人哋問，我以前讀過，我即個咩動腦，我動腦朋友攏來講，喂，你猜我是誰？你有冇按用品？瑪莎是讀過。有啊，我們的方師姐就有。老師好，老師好。哎呦，你讀過，一看就第一。我同個明星啊，張輝嘅爸爸，碩士研究嘅朋友。哦。結巴哈，很多人按呢個片名攞公主。哦。啊，有人也想講，哎，佢開個玩笑啊哈，我就打天花俾佢。飛爸就天花就講講，唔係面啊，嗬，我就講，本堂啊，可能係係面啊，嗬。佢是講嘛，本堂係面，其實當天花確啊，我係到馬上到個回天花俾佢講。飛爸我係公主啦，啊佢就講講，佢做按鍵哦，接列天花演員幫我睇，啊其實飛爸就講，你係阿鳳啊，啊個細妹就講，係啊，我係阿鳳啊，嗬，啊叫飛爸同我講哦，阿妹嗬，你阿學茶貨哦，啊手術哦，啊後個保證金嗬，啊唔是得先。飛6萬條本來嘛，6萬條。係啊，啊飛爸就想講啊，你救命錢啊，幫忙，邊是去飛，啊到尾嗬，其實當錢啊，對講你啊講啊，打天花就冇講，本堂係面啊天花嗬，其實當錢啊，當冇愛接種，但係天花出嚟啦，攏係強用啊。係啊。啊，所以講玩笑做唔得凊彩佢，你下擺。打天花來搶架之後，我們得猜猜我是誰啊？真嘅，你係只有講大家就會講，假設我冇團出來，我懂勝利。係啊。可是唔是啦，我同講呀，我有朋友講，猜我是誰？我說快說，不然我掛我。啊，因為我哋我啱講到飛爸就幫我上到啊，吼，佢還有趕快嘅來，咩強用賭鬥強用嘅事情。哎呦。跟新聞當中就有講到啊，跟小哥費玉清是輕微衝高啊，跟粉絲就懂到啊，啊其中咧跟粉絲底部就有懂到冇強用嘅嗰種。社群軟體，好啊，有一個咧就係嗰種私人嘅團體，啊，有一位細阿姐佢就啲底度，有一年嘅費玉清就存心是本期有私訊，感想講，哎呦，我係懂幸運嘅粉絲衝嘛，所以接到一個小哥的那個私訊，結果佢就講，歹勢，來出嚟乜嘅事情，比如講出茶包後咧，就向對方講，你先。比錢本來叫一下來做得冇，因為係收到扭傷嘅私訊，係相信一般人就會有一種，當然冇問題啊。真的啊。實采法講啦吼，1-2萬呢，咩唔係拿唔出來。不過本人偏係真經就會懂錢呢。像偵查組按那個情形啦吼，偏到嘅比例有高冇啊？講按用嘅偶像明星偶像明星或是猜我是誰，加講到一般，亞數據有行較高冇？其實伊懂呢，按過騙的錢無加講嘅價投資按多，按過件數較多啊，係啊，講價嘅每一陣明星啊之類的按用。其實你分享沒有處理過按用的案件，按過她是一個年輕小姐姐啦，係啊，就是一個偶像明星，就死心給。啊，講那裡喊我嘅經紀人啊出軌啦，我錢就遞給沈峰啊，係啊，我嘅通告費忙下來呀，吼，那裡喊沈峰冇錢啊，2毛錢啊，你做得費得錢幫我去食飯冇啊，我去跑通告啊，佢就真嘅費款本金呢。哇，費幾多錢？差唔多80萬的人。哎呦，我有講，有啲人會想講，你係我偶像，你攏係價錢，一定有錢萬來，結果按你想，冇想到。係啊，因為佢咧有騙佢講，冇你下擺做到見面啊，我當面還錢本，很期待哦。古上係吃豆講啊，吼，我認識較多就會一個名呢，安尼就唔會俾人騙睇。冇講我其實係懂厲害哦，因為懂厲害，因為係俾人騙到多，冇騙成功。我講名聲呢件事，而家馮玉姐就講張飛哥嘛，我想講唔單止係騙錢。有的人也騙感情啊！我想講佢宿舍按到名聲，佢應該唔就唔會俾人騙睇。韓國唔係就賭到真正被騙睇嘅。是的。有2毛。佢膽槍亮錢。太肥意啊！
大概過2天1整年，伊就去報案嘞。伊按用差不多報個要拿去退款，然後夫頭全部飛出去，伊差不多本年騙我2000萬。2000萬。莫講我其實我動厲害哦，我蠻動厲害，因為我本人偏同多，無偏成功。我講名聲呢件事情，因為家馮玉姐姐如講張飛哥嘛，我想講唔但止騙錢，有啲人騙感情。啊，我想講佢宿舍按到名聲，佮應該唔就唔會本人騙體，韓國唔咩就賭到真正被騙體嘅。是咯，因為6、7年前哈。看到個有個我個 FB 啦，地擺都有個交朋友嘅邀約嚇，啊我是點入去看啊，啊佢地擺都是寫講第一佢英文嘅名嚇，啊第二是寫講佢帶動愛國，啊第三是寫講佢係48年次強嘅，嚇，啊第四是寫講大學畢業，啊第五是寫講。也不用洗牌的啦，好上偶了。等一下，講到鴉片，我可以快轉一下。可以。有愛豆，因為你是愛懂清叫來清楚上偶啊，愛豆錯啊。其實我都是點解嘛，交朋友。哦，佢手腳當兵哦，一下用來哈方便啊。聯繫感情啊。較方便哈。打暗部啊，佢都一封個情書啊，哈。啊，個玫瑰花嘅哇相片，啊，嗰一個嗬，當好聽啊，個英文嘅哇好曲嗬，哦，本啊當浪漫啊嗬，幾有神采嘛。相片啦，我冇相片，看相片好看相片啊，唔是的啦，一天假啊，冇差唔多咩，我那年紀嘅人看到講啊，本來都哦，如果回到講哦，我以前啊後生嘅時候談戀愛嘅感覺啊，因為我離婚免20多年嘅嚇，啊感覺講啊，有一個人嗬，都係打咗一句係嘛，做盤嗬，過來其實同啊開出手，哦，可能帶那邊，係啊，出錢啊，佢講佢嗬，佢嘅個工搶款嗬，2億哦，2億嘅錢嗬，哦用當避免的方式啦，基本啊嗬。我都隨時回家講，梗係蝕錢咯，嗬，梗係犯罪啊，嗬。其實講，我實在就當相當愛人，嗬，啊，我希望講夾夾嗬，所以台灣嗬見啊，啊拜託寄個份係飛機票啊，錢本來，我係講，我都馬上去退票。係啊，有2億本來冇機票，那做幾兩啥做嚟做好節目，連到細下個就做人哋偏題，跟住溫寧哥按你做得冇？做得冇，偏題做人哋冇。看到正經的你，有2億冇？啊，43幾錢？佢單槍2錢。太便宜啊！這啥時候？你看談到去撇迄兩啥吼，講些冇人看到上分的人吼，本安尼噓寒問暖啊。安尼型的情形，偏感情嘅真件就懂高分呢，非常嘅高分加50，真係啊！我即個經驗讀到一隻案例吼，佢差唔多係56歲，準備要退休嘅一隻，應該講係佢阿姊啦，吼。其實呢，因為你競爭屬於在給予很多潛在被害人，潛在被害人就係講係要人頭夫，因為要批判人去報案，也就夫頭警示以後，好凍結以後，刑事局會去洗那個金流，還有其他人匯款到一隻戶頭，網友去報案呢，佢就會本大隻分局去通知講，你匯款的戶頭係有問題，係有問題哦，冇再過相信對方匯款哦，就因為按樣啊聯絡到一隻阿姊，好啊，就講做嘛匯款到一隻戶頭。佢就講冇，佢唔承認，啱講啊就硬老佢講，佢唔相信，可能啊就講冇有隻擺了會，擺了下就唔來請愛，吼，總老分局唔來請愛，後來佢就真嘅人來請愛，佢就坐定啊，就老佢講啊，差唔多為3點鐘哦。哇！其實佢就讀到就按樣嘅愛情詐騙，啱講佢冇像方玉姐按金係啦，因為佢心這麼狠吶，佢
有錢就唔願意。懂聰明嘞。要在阿公要在阿姊記拄到的對方哦，還會留記道德綁架。哈？係啊，佢會因叫哦，因老記叫講，啊規家人規屋家人錢就沒落去誒，做嘛還停定啊，強愛做投資。哇！那就投資成功啊，就做得退吧，然後結婚，然後強下。佢真嘅按樣人講，佢講對方就按樣因苦捱，那就心甘願誒，那就去匯款本記，那講佢就。標準的就係騙你啦，那講你冇看過經典書就冇看到，真勁咧！唔係，即係看書本看，你不敢用錢用就會。不看，唔是錢，自家攞去拿桶。對，因為佢可能情感帶提供對方係詐騙的，啊，不過佢就綁唔出身的。他已經陷在裡面了，後來我就老佢講，就算你戶頭底啲錢啊，全部飛本對方，按個親向一天冇留屋嘅，拿去退款，拿去抵押，我講真嘅代表我一件事情，我講，當到嘅批發人真嘅到後邊連屋嘅就冇嘅，還要把債，佢咁樣哎呀，哎呦，咁那條就想講，啊，心肝就想講啊，可能有點。不妙了，後來佢轉移以後，差不多大概過2天1年，佢就去報案嘞。佢按用差不多報嘅要拿去退款，然後戶頭錢全部飛出去，佢差不多本年騙我2000萬。2000萬！對。我知道講啊，騙感情一件事情，咩有人講啊，孫的啦吼，佢按你當一片嘅大嘴骨啊吼，幫佢1-2萬嘅，好啦，佢就騙佢，佢咪冇辦法，不過最強就係講乜嘅。連屋嘅就冇，係啊，連大家素材就冇。那只有講屋嘅，我先種後勢，古時候偵查做，我用個啥？前偏題有人就講含有幾筆村，唔過像屋嘅啦、土地安尼嘅東西，佢偏槍嘅講用個啥呢？係啊，然後你政府吼有推動一隻很多地籍異動即時通。大家有聽過嗎？有，你真正咩有聽過？有哦，你喺乜嘅喏？地籍異動即時通就是你有屋嘅，也土地不動產的部分，你做得去地政事務所本人可以申請，你去申請以後呢，你做得登記，你自家本人，還有人屋企人13人聯絡嘅資料，你登記以後呢，喺把人屋人名下嘅不管係屋嘅呀土地啊，你係有去申請異動，不管係贈與，也係講買賣，也係抵押。佢就會發簡訊，還有 email 通知人本人，還有10天的一隻屋企人。係啊，還有你今年政府還有因為地籍異動即時通較慢一些嘞，因為你屋嘅要賣之前，要登記之前，係咪要拿乜嘅開稅、政策稅？係，故所以呢，今年前年呢又推動一個稅籍異動即時通，你看有啲申請按樣嘅服務嘅話，你看納稅時佢就強用為通知你本人，還有你自家屋企13人，你就提供我屋嘅又冇賣啊，又冇申請乜嘅用，我又按樣嘅稅，佢就係尤其係自我媽媽屋嘅。做嘛而已，那政策稅就有問題，就乖乖了，就要關心屋企人，係咪媽媽遇到詐騙，就要家去問清楚，係咪有問題。佢就要來現場考試了，請問一下現場嘅好朋友有去申請冇？有冇？有冇？係有去問過個盲申請。哎呦！我你講動真度。佢表示佢動到檢福嘅喎。唔過，我家有講到上嘛，因為講猜我是誰啊，上當槍嘅啊 ，AI 仿生嘛，記得競爭術有一隻樣片係嘛？宣導反詐宣導影片，有帶來冇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來。爸，我出車禍了，但人沒事，可是對方車子有點擦傷，需要現金處理。你可以幫我匯3萬到對方戶頭嗎？拜託啦！兒子，你人還好吧？還好。沒關係，那個錢啊，還完再說啦。你先左右轉一轉，
爸爸看看你頭有沒有受傷啊？有沒事了，沒事了。哦，那你還記得嗎？上次那個李大哥修車廠那個住址，你還記得在哪裡嗎？那個我怎麼會記得啦？爸，你不要亂扯，快點啦，我很急啦。先生，你的深尾濾鏡要加油哦，你的下巴都糊掉啦。冷靜想想，視訊電話裡的親友是不是不太自然啊？深尾來電細分辨，講到匯款查證先。哦，你懂清楚哦。那這個給破到懂後，真嘅呢。所以你那個詐騙集團的那個精髓，他都有學到。鼓手平常時，他家就會抖落去觀察嘅哈，像剛剛有講到嘛，吼，誒，像給安尼轉一下啊，看一下。他家喺賭到吼，賭到詐騙嘅時間，你有第一時間要用慢做，要讓我看人講，讓朋友講，也係講，哎呦很見識喎，挨冇講，也係講本詐騙嘅心態啦。做當重要，我需要成日問非正這好，我看起來當淡定呢，因為你冇本人騙到錢。沒有，是像因為像好地咯，我要讀到幾年，個伊阿意思講，也就對連沙，也就大家熟悉的吼，可以互相大家問候以後，大家佢平常會注意到唔同到，看有乜個異樣家樣嘅個下，主要要關心到，即唔會講咩到哦。幫忙㗎，我做乜嘅事情，平常當淡定嘅人用，我讀到安嘅事情㗎哈，人就會同幫忙，也做很多貴人呈現。係呢，我做平常時大家就會多多來分享啦。有可能佢他讀到嘅事情，你之前沒讀到過，佢就會提醒講，哎呦，生意哦，有可能係詐騙哦。看下運人太過好，大家講咧，假使講唔本人騙，看你因為寫三機，有冇嘢做嚟講哦？係真件本人騙你自己。我用蠻處理安尼嘅事情。有個建議啊，對個老太哥、老太子，自己做唔做做請聲音，自己做唔做。這詐騙集團根本就等衰倒住家。好。鼓手對健穩佢是冇衰倒住。董事董難佢最高，我啲新聞都不結叫人呢。多了幾分鐘咧講呢件事情，係做件新聞係咧，很得精通啊。可以啦。看下運人太過好，大家講咧，假使講唔本人騙，你看你因為寫三機，有冇嘢做嚟講哦？係真件本人騙你自己，我用蠻處理安尼嘅事情。有個建議啊，對個老太哥、老太子，自己做唔做做請聲音，自己做唔做，要搶高騙人，要搶高其他人。我講只被騙以後吼，就不做到啲心地步，唔敢講。哦，這個第一點莫談。莫談。談錢的話，剛講的，這詐騙集團大概就等衰倒住家。好，冇這個。鼓手對健穩佢是冇衰倒住。咩？講菜。跟迷迷糊糊，還是打小鮮肉上面冇亂掉。老鮮肉。老鮮肉後面冇亂掉。之前大概有衰倒住，所以說1點左右，你就打電話來，來買個未上市股票，推銷。推銷個先投資60萬了啊，就投資6兆，還準備要上市價，增資，你這個買多少？聰明哦，買多少？聰明。那個按後村哦，你這個朋友就要做批買之後，我同他講了。係呢，係啊。我雲林國家有講到一個重點啦，第一個當然就係冇去談，第二個嚟就係設計聲音，去接觸。真嘅。我係知道講去看呢，因為像有條嘅吼，你真嘅就會知道啊，係幾歲啦吼，鼓手本人偏袒。不過家下誒，呢幾分鐘啦吼，就有講到。對方當日安尼同佢打嘴鼓，我其實想偷偷去問咧，我較細心當下。唔記得有時候保護抗人抵到嘅時節，應該要做動感嘅啊。係我阿老公聽說要講，用佢當日同講，反而就心機哦，跟人順目嘅喏。佢董事董難佢最高，我啲新聞都不結叫人呢。結叫誒，200年。
一聽懂就，你很按 Q 哦。多了幾分鐘咧講那件事情，來做件心肝係咧，含得清通啊。可以啦。啊，但是哦，通無法度啊，無法度啊。啊，不過吼，我希望講倆愛最好不一拜。跟其他的好朋友，我不給我。真嘅，真係說你看，你師太你啲講嘅時間，腦波係閒啊多加朋友啦吼，啊自家爸爸媽媽，對按你總批嚟講，你談到按你分享，有嘛建議係講心情嘅分享？心情嘛，因為有時候有啲後生人屋卡也個老人家本人偏的時，他硬講他是，其實有啲位後生人會來尋求我們的幫忙係啊，就會出隻多嘅屋卡伊，老嘅爸爸媽媽講安樣。這個講唔通，嫌佢啦，差不多。我蠻想我有嘗試做志願嘅當然就較有能力去請到一條資源，不過最強就係強嘛嘅，唔啲嘅兄弟姊妹本人偏體咧，比如講嘅阿哥啦，嘅老妹啦，係啊，還係講牙嘅老公啊，牙嘅伴娘啊，嘅日嘅時節我用夾散咯。打天花，係165。哦，係啊，一天記起來，165。像我來就會來用嘅，佢咧讓我天發有冇設置，詐騙集團就是騷擾電話，做冇愛講，拒接。哦，你依份即係講係一種方法嘛。係，啲主題係用係要到，你自家先有嘅方法，比如講你先預防嘛，有方法教大家。其實我讀到一個案例咯，吼，一隻主要係自家媽媽啦，因為我從太好嘅時，因為我安普斯頭去做事，嗰陣時佢就接到天花，嗰一些麼就真嘅叫到人啊上強用。啱講我媽媽就錢貴嘅，講到錢就動錢，幾多少錢？也未以後啦，也以後。我媽媽就想講，我媽明明就喺上班啊，後來佢就調師就問講，咁我動到怎麼呢？佢就問對方話，我媽人都問我名。哦，係，佢就讚哦。係，佢就凊彩講一隻名嘅。啱講倆下，因為我們的個資外些東洋錯，佢講嘅名一定係對嘅，係，一定係對嘅。佢就我媽媽就調師講，你看一下，我唔知下那隻麼誒？你看一下，個獎金後邊個咩有一隻字啦。我當底下那隻麼誒？佢就講冇。我媽媽就啲講嘅唔係咁，還有通關密語，係啊，一係講他家做得老志我睇後生人喺真嘅讀到安樣錢嘅，尤其係家人你講個團可能係咩嘢，佢講阿姑啊、阿姨啊，係咩事？佢做得乜嘢講？佢你見人過年，你去哪食飯？哎呦，做得咯！你那間傳統食飯，做乜家事？你那間傳統食飯，係按樣嘅錢，絕對命路好差唔多。不過係啊，不過其實簽好通關密係嘛？係嘛？推廣合法。係哦，做得咯！咩啦？太搞好按自己嘅按你我見到啊，聽到你們講下嘅啊，詐騙人家顯臉拍打發。以後我做嘅時候，我要同高客見面。簽都簽唔來啊，合法。我有一個通關密語，所以推薦本太搞啊，就是講韓式嘅時節，我很適應嘅小名有冇？你總講會取什麼小海苔啦，小海豚啦，小胖胖，諸如此類。按你是說，你係一種方法，還有我知道講，喺屋企人像你哋喺度經驗嘛，唔講你唔啲喺屋企人，也係講其他人有本人騙到嘛，你哋有乜方法做得會貼喺長輩嘛？來防止被詐騙的方法。那先來問好嘞，因為我知道講方玉姐超厲害的。有哈。哎呦，第一款就有啊。有啊。像不像我幫你騙財，結果冇騙到呢？ 2億還沒有錢買機票。你自家有乜嘅方法咧？就看唔會幫你騙財，自我報復。有效嘅方法。像該上分那該天發號碼哈，可能都唔可以食。嚇，啊該冇熟識人該 FB 啊。同賴吼，唔可以加入，唔可以加入，嚇，安尼就無減少安尼本人詐騙啊機會。哦，咁簡單。咁非常之咧，你自家有乜嘅方法冇？盡量省發、單純化。FB 嘅朋友唔好按多，就幾集有熟識嘅。個人賴嘅群組聽朋友也都有冇？也都熟識嘅，人講講
佮平常安尼天花一打都沒有騷擾電話咩，咱就唔會講，因為呀安尼東西，人工呀聲音的那個 AI 啊，已經很嚴重的咩。有，跟出家真在做工的嘛，因為啲科技吼日新月異，我知道有當到最新的詐騙，剛剛講到迄太加經驗嘛，不過可能一張頁半張頁之後又有新的詐騙出來咯，真在做龍太加分享一下好冇？有一隻功能，你個 Line 啊，有一隻很多螢幕分享。螢幕分享，嘿，因為也還有詐騙嘅嘛，吼，有時叫要人加來，要人打電話，很講啊操縱人嘅網絡銀行，有啲老人家就講，我唔會操作啊，我唔會用啊，詐騙系統咁聰明哦，佢就很講，傾嘅來嘅蛋糕，誘騙蛋糕嘅傾落去，就會變螢幕分享。螢幕分享傾落去以後呢，人家數據人喺傾嘛，佢就看得到，佢就會喺人講啊，唔點快，喺內下載咩 APP， 然後人家銀行嘅號碼、密碼，唔傾咩時其實佢就記錄起來。嗰時喺正經講唔熟悉嘅功能啊，就唔好清楚一點，發現蠻多長輩不知道這個功能。係啊，還有啊，我喺分享一隻，所以講你啊來防詐騙。功能沒有做到多，有的人陌生也講，你知道你新的朋友要講你的時間，佢會跳出一則訊息，我同你講，你啊隻賬號可能係詐騙哦，你盡量唔好加，我有知道了，因為我之前就讀到安尼事情。我也做過行去鼓勵太氣噶啦，因為像講咖啡整這啦，行講貴妃姐妹有共鬥啊，吼，我就盡量吼，唔會去接觸到新嘅人，安尼成班吼，咪變到無得無對，太單純有常時咪太無聊。我說親好嘅方法咧，眼睛裡就唔會按乖啦。非常你帶一桶天花，你就乖乖一起做嘛嘅事情。之前我幫佢打他們都5、6桶，錯嘛。很多事情哦，想一下，莫慌張，好冇？唔好驚排泄啦，不要怕丟臉，攏不可以參詳一下。因為真件當感謝人呢，真在做蘇菲來到呢位美食蒙太哥太子龍嘅分享啦，好冇？啊，當然啦，喺龍太家講，最講任何事情，吼，你不用下心來，點睛一下，出門本影片，重要咩莫騙人，好唔好？記得咯，窮下留面線，大年都落線，上來了，呢個係創辦人，929你愛注意。